今集同大家分享酒店生日佈置，介紹嘅酒店係香港康德斯酒店。睇片之前記得訂閱同撳鐘仔，中意嘅話記得讚好。香港康德斯酒店位於旺角的5星級酒店，高級精緻住宿設計，房間空間充足，適合作為生日佈置擺放。擁有 Smart TV 可以播放影片，一目了然市景景色，飽覽九龍半島市景，繁華的街景。留意唔同房型會有唔同效果。我哋20 Balloon HK 佈置經驗豐富，酒店房型佈置設計專業，亦都係生日打卡嘅好地方。房間內不同位置都適合影相。今次房型屬於開放式特大床房，房間擁有落地玻璃，除咗可以欣賞景觀，仲可以作為裝飾用途。今次生日套裝以牛油果同馬卡龍黃色色調佈置，配上 Happy Birthday 心形、星星、酒杯造型鋁膜氣球，簡單又吸睛。我哋20 Balloon HK 佈置經驗豐富，提供生日、紀念日、求婚、百日宴、應援佈置、商業佈置、節日佈置等佈置服務。立即去我哋20 Balloon HK 官網，了解其他獨家熱門生日款式及價錢。如果煩惱如何打造驚喜、畢生難忘的生日佈置，歡迎聯絡我哋20 Balloon HK，我哋為你提供免費諮詢。如果想知道其他酒店佈置或者節日攻略，記得要訂閱、撳鐘仔、讚好。我哋下次見。